新質生產力咧係一個以數據同埋大量嘅技術作為支撐咧去到發展出嚟，而咧佢而家行緊嘅咧就係向一個無人區嘅地方行緊去，睇下仲有乜嘢嘅可能性。要理解呢個概念，首先我哋由過去資本年代以勞動力為基礎嘅生產模式，因為人力嘅勞動最多8至10個小時，去到盡12小時已經係頂晒磅，所以佢會發展遇到極限。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就需要機器啦、IT 技術啦，去到幫助。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去推動新嘅生產資源同埋力量。咁而去到近代嘅時候，我哋發現原來數據裏邊咧，懂得數據挖礦，過去叫深入閱讀，今日叫數據挖礦，原來可以挖出更加多嘅可能性。例如喺我哋坐巴士嘅時候，九巴幾時會有車到，大約我哋就遇到時間。咁呢一種就係一種以數據驅動出嚟嘅新經濟模式。又例如我哋去買嘢嘅時候，譬如我哋網店打分成立嘅時間內與否，裏面嘅留言，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嘅數據，尤其是係留言係將數據變成咗信息，咁我哋更加之有放心同埋有信心去到向呢一間嘅商店購買。咁呢啲咧都係數據變成咗生產力。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開始資本唔係最主要，反而數據先至係最主要。咁難度之大就係首先要有積累足夠嘅數據量同埋不斷嘅機器學習，因為當機器學習足夠嘅時候，我哋先至能夠發揮未來仲有乜嘢嘅可能性，同埋去到過去叫做綜合式嘅創新，就喺啲舊嘅數據裏面咧去到挖掘出嚟。另一個就係全民嘅動員，因為係全民所有人，包括咗任何喺地球上面嘅人，只要佢有網絡就會產生數據，呢啲數據嘅積累沉澱就成為咗一個參與嘅例子。過去嘅參與，譬如我睇電視，我哋共同參與堆出咗粉絲，堆出咗明星，呢啲嘅大明星就係由一啲嘅粉絲不斷去到堆出嚟。咁今日呢，我哋改用咗數據呢個方法去到堆出未來可行嘅市場產品。同時間，當一條馬路試想多咗好多智能化裝置嘅時候，咁呢啲亦都係啲智能化嘅新基建。舉一個例子，照明按照路面嘅交通流量去到分配行車過馬路嘅時間，咁呢啲都係一種智能化基礎建設嘅表現。而呢啲新嘅按數據驅動就成為咗叫新基礎建設。所以呢度需要大量嘅原創性同埋顛覆性嘅技術。原創性好重要，因為如果係複製別人嘅話，嗰個叫做唔真實，係會帶嚟好大嘅誤導，直接導致日後嘅決策錯誤或者做錯嘢，或者個智能程度差。呢啲都係因為咧抄別人數據，所以一定係由用戶自行形成分佈出嚟嘅數據。分佈嘅意思就係咧喺唔同嘅地方，佢有可能有唔同嘅行為表現。譬如舉個例子，唔同嘅語言就已經係一個例子。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佢都係能夠有原創性，去到集中喺一個大數據模型裏面整合，同埋咧一個大嘅學習模型裏面咧去到整合。邊個嘅數據量越大，就決定咗未來邊個更加聰明，邊個國家嘅經濟更加聰明。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可以舉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低空經濟。因為無人機咧由國家或至到香港都堅定咗佢係一個新質生產力，因為咧定位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數據，然之後咧飛行過程裏邊咧已經力同埋克服唔同嘅場景，例如好熱或者突然間好冷排污。突然間有風向、風速，呢啲都尤其係風向係會隨時改變落雨，所以咧呢一啲嘅航道規劃或者經過地方要克服嘅自然環境咧，亦都係需要大量嘅數據去幫助。例如需要感應器，唔好去到撞到其他嘅硬物。咁同樣咧路線嘅規劃亦都要避開某一啲可能高危嘅路線。譬如舉一個例子，香港就有法規，政府建築物上空唔能夠飛近。其實話上空，試想如果係監獄嘅旁邊路線，都係應該自己去到避免嘅。咁呢啲咧，亦都需要大量數據嘅規劃，畫好呢啲航線出嚟。尤其是未來喺智慧城市情況底下，唔淨只係用嚟送貨，甚至拉水喉啦，或者係啲起重嘅工具，都係需要用到無人機去幫助嘅。
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不斷嘅數據積累學習，令到呢個無人機更加懂得飛行，更加節能啦，同埋咧更加聰明嘅路線，甚至會出現嘅情況就係有大型活動嘅時候咧，自己會懂得避開呢啲人流。無人機唔淨止係無人機，日後仲會係有譬如無人潛艇、無人水面艇呢一啲嘅工具。譬如舉一個例子，運送帶有微量輻射 X 光片呢啲嘅醫療廢品嘅時候咧，咁無人機或者無人潛艇就更加合適啦，因為咧進一步防止咗呢啲嘅輻射泄露。當我哋要了解咩叫大數據或者數據積累沉澱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好嘅切入點咧就係過去嘅文化同埋設計嘅故事。譬如呢一啲嘅品茶嘅用具，當然係文化產業，而呢啲杯啊、碟啊、匙羹啊呢啲咧，就大量歷史轉化成設計嘅例子。今日積累沉澱咗一長時間之後，我哋知道用呢啲嘅器皿或者買呢啲嘅器皿都係一個高附加值嘅嘢。我哋預咗 available 咗，係要俾多啲嘅價錢去到享受一個茶，甚至乎我哋唔會叫沖茶，要叫切茶咁嘅方式去慢慢享受呢一個茶。咁呢啲咧就係一個積累沉澱下嚟嘅故事。過去係故事，今日就變成數據。第二個我哋可以了解，開始走向新質生產力嘅，亦都係旅遊行業。由10幾年前開始，網絡普及化咗之後啦，網上訂票、訂酒店，甚至要睇小紅書啊或者抖音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去咩地方影相打卡啦，同埋去咩地方咧體驗式嘅旅遊，尤其是生態旅遊，非常重要嘅係嚟自用戶同用戶之間嘅體驗分享，同埋攞咩角度去到影一啲相。當然每一個地點佢都有一啲嘅科普嘅自然教育中心喺嗰度，而呢啲係去到之後進一步體驗嘅功能。一開始嘅時候大多數係來自網絡去到推動，而呢啲都係積累咗前期大量嘅數據出嚟，然之後旅遊平台公司先至能夠推薦到合適乜嘢人去乜嘢地點去旅遊。咁所以咧，佢亦都係一個已經走向咗智能化，甚至走向咗變成新質生產力嘅地方。因為佢嘅成長已經係轉為靠大量嘅數據去到推動，而再唔係靠傳統嘅更加多景點、更加多產品、更加多嘅交通配套呢啲啦。嗰啲依然係重要，而新嘅動力就係嚟自數據驅動同埋大量人嘅參與，最好係人民式嘅參與。另一個就係晶片的故事。晶片過去就係通過大量嘅知識去到參與，因為佢嘅升級速度係非常之快，幾個月就1倍嘅升級速度。否則的話咧，支撐唔到而家我哋嘅 5G 啦，同埋物聯網。5G 就係改變咗過去手機嘅通訊係設計俾人俾人，5G 就係人俾物、物俾物同埋物俾人嗰個嘅通訊所需，所以而家運算速度更加快。後嚟推出埋 GPU，比起 CPU 仲要快10倍至100倍，咁呢啲咧係大量個歷史數據積累嚟，要點樣更加快、更加快、更加快。咁另一個例子就係由智能手機過渡到物聯網、車聯網，尤其喺車聯網自動駕駛嘅時候更加唔會出意外，就係因為車同車之間大家會有溝通，一旦出現危險動作，會預測跟住落嚟會唔會撞車、整傷或者有任何嘅唔好嘅事情發生。因為架車裡面本身都有診斷系統，架車會唔會有死火嘢，或者其他譬如排氣管出問題，又或者個儲電嘅電池唔穩定、太熱等等，佢自己會知同埋通知埋隔離其他車。咁嘅情況底下呢，咁佢就會安全好多。今日我哋見到喺高速公路上面自動嘅收費，只係一個嘅熱身，佢係機器對機器嘅溝通。未來係更加多嘅數據作為支撐，令佢出行更加舒適方便，同埋盡量做到點對點或者規劃好路線，亦即係起碼少咗司機嘅成本。咁呢啲呢都係嚟自新質生產力介入之後產生嘅改變。AI 就更加之係一個例子，因為所有嘅行業我哋聽過去有互聯網加，就係互聯網加上咗傳統產業之後會發生乜嘢嘅變化？咁今日咧就 AI 加上咗傳統產業會產生乜嘢嘅變化？我哋會再一次 redesign 過晒所有嘅家電啊、工具啊、家品啊，甚至成衣製作啊呢啲。譬如舉個例子，最典型嘅就係 3D 打印，佢更加多嘅咧係需要大量嘅設計呢啲嘅原始數據去支撐。
咁玩具亦都係一樣，智能玩具就需要更加多嘅內容，甚至帶有學習性嘅功能喺背後。每一個學生，甚至乎佢哋中意見到嘅文化特色，譬如中國學生有可能呢，佢中意見到中國傳統嘅圖案，而喺中國嘅廣東省、澳門、香港、台灣一帶呢，可能更加中意嘅呢係見到外國特色嘅文化圖片。咁呢啲呢，量身定做，後面全部都係由 AI 去到驅動，因為佢需要積累消費者佢嘅口味，然之後積累產品本身後台大數據嘅數據，先至懂得量身打造合適嘅內容俾當事人。另一個就係中國嘅產業鏈，成個中國產業鏈裏面呢，我哋好少留意到呢，其實中國咧喺高鐵啊、航空啊、航太、造船、3D 打印、新能源嘅汽車啦、再生能源啦、工業嘅被動元器件啦、生產設備啊等等咧，其實已經全部係落實晒中國自己嘅產業鏈。所以中國其實係去東南亞投資，唔係伴隨住美國跟去嗰度開廠。咁兩者係完全唔同。過去我哋去珠三角嘅年代，係客要喺嗰度開廠，或者客喺嗰度，我哋跟去嗰度。而家就唔係，係產業鏈自己主動去投資喺嗰度開發新市場，再唔係生產商品出口去歐美呢啲國家，就係因為有咗中國產業鏈。而呢個中國產業鏈嘅背後貫穿住嘅就係新質生產力，點樣更加多嘅高新科技介入，更加多嘅數據去到支撐運作。一個城市一起就已經係智慧城市嘅級別。咁呢個背後就係大量嘅數據嘅收集、運用、儲存、升級、機器自動學習等等。咁呢啲呢，全部都係喺新質生產力裏面。所以新質生產力佢並唔係一個新嘅東西，而係進入無人區自己去探索。呢個探索嘅地圖就係根據數據去到運行。同時呢一個數據係通過大量嘅用戶，甚至一般嘅市民大眾，只要佢有智能裝置手機喺手，佢就可以參與到。以後係連電視機睇電視都可以參與，不斷積累運算呢啲嘅數據。當然日後就一定係要到量子級別嘅電腦，唔會再係而家呢一個嘅基礎建設。所以連伺服器、大數據嘅儲存中心呢啲呢，全部都會再一次嘅升級，就係因為新質生產力不斷探索同埋按照數據嘅儲存新嘅形成，去到開發出新嘅市場。所以今日我哋最好嘅例子，點解話係低空經濟？就係因為一架無人機裏面呢，佢其實係後面背負着大量嘅高新科技，同時裏面係好大量嘅大數據運行緊，由數據去到支撐出呢樣嘢出嚟。今日我哋見到一套運動鞋，其實亦都係一樣好多新嘅材料嘅技術，同埋好多呢機械工程啦、生物生化嘅工程嘅知識咧，喺晒一對運動鞋裏面。日後有智能化裝置之後咧，診斷我哋嘅運動量或者身體嗰個骨骼嘅健康程度咧，佢都係會發揮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呢啲都係屬於新質生產力，因為大量嘅一齊堆出嚟一個結果，然後咧去探索仲有咩地方去改良，或者新嘅產品需要開發。當我哋永遠記得無人機嘅時候，就係一個新質生產力。佢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例子。日後仲有數據介入之後，仲有乜嘢更加多嘅可能性？航道嘅規劃，甚至乎可能按嚟 emergency 晚間嘅照明。譬如舉例子，有意外，當直升機或者救援人員未到嘅時候呢，無人機首先到達上空提供照明，起碼當事人呢心情就即刻安定咗落嚟，同時更加容易提供照明呢俾救援人員呢夜間呢去山區進行搜救。咁呢啲呢都係低空經濟咧會做到嘅嘢。而要執行呢一樣嘢，試想夜間嘅時候一定唔會係人去到駕駛，一定係由自動駕駛咧去到揾到定位到當事人。譬如舉例子，佢從紅外線嘅熱感器揾到邊度有高溫嘅物體，相對於一個大自然草原、樹木、石啊、沙啊呢啲咧，更加容易揾到咧紅外線嘅物體嘅。咁呢啲情況底下咧，無人機就懂得飛埋去咧，提供照明同埋進一步搜救，或者係查實係咪一個需要救援嘅人喺度，因為一個普通嘅動物喺嗰度。咁呢啲咧冚唪唥喺背後咧，亦都係需要辨識嘅技術，亦即係佢人面辨識，佢對於物件、物質、生物嘅辨識能力。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喺新質生產力裏面。咁所以我哋見到新質生產力咧，
其實就係下一波工業製造業裏面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因為佢決定咗未來仲有咩新產品會發生出嚟。咁同埋跟隨住咧產品升級嘅軌跡咧，更加去到理解新出嚟產品有乜嘢嘅市場需求。當我哋嘅 resell 或者啲代理嘅產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需要個軌跡去到從製造商同步，我哋知道呢啲產品係我設計嚟做乜嘢，可以做到幾多嘢。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包括喺新質生產力裡面。